我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查，带来关心上新的现场消息。一个查甫人骑奥特曼经过新北市新庄泰山附近，向对面另外一架奥特曼颠倒方向为这边弄过来。对方唔但无回失礼，态度也阁真晒态。详细情形，连线记者牛家伟来查咱了解。家伟。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机车骑士行经在马路上，明明是双黄线，但却有一名男子逆向行驶，差点撞了上来。幸好骑士反应迅速，紧急将龙头往右偏，才没有发生车祸。不过逆向骑车的男子似乎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反而掉头一路跟着这个骑士尾随了1分多钟后，停在路边开始大声怒呛。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情况。你逆向你逆向啊！关我屁事哦！我骑在我车道啊，不然报警嘛！可以看到这逆向男子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错，但骑士的行车记录器全都拍下，究竟谁对谁错，画面会说话。而警方表示，如果确认违规属实，也会依法开单告发。以上是掌握的最新情形，将实际镜头还给棚内。小连上上新的消息，要查大家关心，先来看到国防部最近当咧大直动工，准备要去国防部幼稚园，按算明年8月就用个开始招学生。上主要招收的对象有国防部的军官囡仔138个人，台北市的囡仔74个人，一人1个月收8000块，比大部分私立幼稚园搁较俗。国防部讲下来会搁再评估，考虑敢要推广到中南部，也搁有东部。同款嘛是早起时上新的消息，要来看到桃园中立一间租人的套房熊熊火烧厝。早起时8点钟，龙江路2段附近有一栋徛架熊熊失火，庆五烟。附近的民众看到到地，赶紧报消防队来到现场抽水线拍火。初步了解，这是租人的套房，拢总有5个人住伫内底，其中4个人昏迷，唔知人，赶紧送去病院急救。该在火已经拍花，详细失火原因等咧进一步调查。社会师来看到，又搁因为一张火车票引起喙唇一粒珠烧病唔认输。昨下晡台铁217处普悠玛列车有一个查某人客骂徛票的旅客，坚持叫对方就一定爱落车，双方却因为安尼伫咧歹声扫，互伊骂这个查某人嘛准啊甲画面铺上人面册。伊讲想到进前自强号发生太警察的案件，真烦恼安全问题。台铁局嘛进一步解释，讲5月起就限制徛票，较接宣导，呼吁对号做的人客，若是感觉唔对，会当请工作人员来协调，唔通因为徛票好意颠倒引起人客伫咧冤家路坐。拍呀，他也没怎样啊，你怎么样？我站在这里，这不是你私人空间，你凭什么叫我不准站这里？穿着粉蓝色的衫的查某人，气甲大细声亮，爱徛伫座位边仔的查某人，莫砸路。当头白日徛伫车顶无缘无故哄骂，这个查某人嘛真生气。2个人一句来一句去。我叫你不要看我，莫名其妙，我没看你。那你现在不在这？规台车拢在看，但是这个查某人犹原是嘛袂晓，甲场面舞甲真歹看。8号下晡，花莲开往树林的217处列车变成冤家的所在。哄骂这个查某人，录影甲画面传上网络，讲这件代志，互伊想到。才发生无偌久的自强号事件，互伊真烦恼家己的安全。只是这摆的原因，毋是盗票，是为着一张徛票。我说请你不要站在这边，很烦。这边不是站票，你要车长显示这边有站票，这辆普悠玛号这边有站票，请你下去。到底徛票是毋是合法？双方拢有讲法。普悠玛号是可以有几个名额是可以在车上的。可以有站票，请你不要拍，我是公众人物。我只是自保。好佳在车场赶到位，协助民众换去别个车厢。台铁讲已经伫咧5月初开放新自强号的徛票。5月2号开始，我们开放前线的新自强号列车，包含普悠玛、太鲁阁，我们有开放120位的站票旅客。每班次限量120张。包括太鲁阁的号、甲普悠玛号拢会当用。台铁提醒，若是有造成困扰，会当请车长到3天，甲袂互台铁疏解交通的好意来受到误会。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这款的情形亲像是叫人爬上楼，楼梯提来做伊走。台中市一个姓郑查甫人，在人面册铺文，讲艺人费玉清伫要伫咧澳洲办演唱会，要招人才，做事2礼拜有通食有通住。出发进前，薪水先发一半，活动若是散了后，才搁领尾款。月入上少5万块，上百个人拢互这个好康的条件变去。护照也搁有消费证件，拢影印本交互对方，煞无消无息。大家才知讲原来互伊骗啊！去甲来到对方的厝内门卡口，要求伊就爱出面来解决。附近厝边头尾听到大细声，大家拢真紧张，烦恼代志歹收煞，赶紧报警察来处理。郑少仪还护照。有10几个受害者集做伙，真大声咧喊讲，姓郑查甫人爱甲护照摕出来。伫楼骹嫌还佫无够额，佫一直试电铃，爱这个姓郑查甫人出面，甲话讲个清楚。拿出来，我带你上去看。拿出来。尾啊，姓郑查甫人出面，毋过无办法，护照早就无伫伊个身躯顶，双方安尼搭来搭去，尾啊煞冤家起来。你是当事人吗？我不是。闭嘴！这个穿朴色衫的查甫，就是引起众人怨的这个事主。进前，伊伫网络铺这篇文，讲是要因铁工、木工，还有水电工，拢总工作2礼拜，去这个澳洲墨尔本来搭费玉清的演唱会的舞台，包吃包住，薪水是5万块。佮讲若去到机场，过先付一半的薪水。这个受害的民众互好康的条件来甲城，佮甲护照交互台中这个姓郑查甫人，跟我们收护照的正本，还有我们个人双证件的影本，这样。想袂到这个姓郑查甫人，伊破文了后，拢总收到上百本的护照。伊讲要甲护照，拢转交互新北一个姓刘的查甫的，连伊家己的护照嘛交出去，赶快是受害者。旅行社的代办人员，他过来跟我收护照，但就是当下有很多疑点，可是当下我真的是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受害者表示讲，姓郑查甫讲伊家己的车窗去用讲破去。护照拢用偷摕去，这根本就是自导自演，讲遐有空无损的，这互人骗的人是规台湾拢有。本来是跟大家求和解的态度，但是昨天他整个态度都变成说他也是被害人之一。目前受害民众嘛已经甲护照来甲挂失，佮对姓郑查甫人提出诈欺的告诉。专案嘛伫个这个新北地检署咧侦办，其实浅浅甲想看卖就知，工作哪有遐尼好康咧？安尼互个人的资料泄出去。护照嘛，恐惊成做假人头，民众找工课都爱目睭舔较紧嘞。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最近天气多变化，有时单雷也搁会雷公死呢。根据气象局上新的统计，台湾去年差不多发生100万件测雷的代志。一个住伫苗栗公馆乡的老先生，4年来徛过互雷公卡3届，电视嘛修理3摆，这个几率会当讲是真低，比着爱国奖冠搁较无简单。即马就听到单雷公的声音，伊阵啊赶紧3步做2步，冲去到厝内来板插头，上尾伫咧电视倒避雷针，才无这个问题。听到打雷声怎么了？就马上飞下把插头啊！老先生即马若听到雷公咧弹，不管咧无影响，拢会放咧先走登去背插头。修3次啊！修了3次啊！都是被雷打。对。原来老先生因兜4年来，互雷公卡过3届，电视嘛修理3届，上尾一摆因为卡雷公害去的电视放伫客厅，才拄买无偌久。迄当阵因某伫咧看电视，画面熊熊就无去，开2000块修理，尾也搁开钱替电视安放单雷公的设备。加上伊本来住的所在附近是田足快，即摆已经起真侪老仔厝啊，新起的厝拢有避雷针，所以因兜就无搁互雷公卡过啊。雷神嘛真爱来即间庙行大，苗栗的玉清宫嘛定互雷公卡着。经常去打雷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了电脑的周边设备，比如电视啦、电话啦，或者是电脑啦，都会因为高压的一瞬间的时候会遭到破坏。庙的厝尾顶的新箱边啊，安一支避雷针，有安有保庇。庙里关一部分的砖卡，甲海边的砖啊，过去定定有互雷公卡着的消息，毋若电器小害去，佫造成伤亡。无怪民众若听到佫咧单雷公啊，就拢足烦恼的。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听韩国瑜上新的讲法。颠覆性的想法。其他没有任何意义。市长电话民调开跑，会不会担心有凹风？现在电话民调听说，整个昨天5家民调公司，国民党中央党部都派员，每个候选人都派员，大家来讲都盯得很紧。我们希望整个民调能够在真正的公平公正的程序之下能够完成，
听说这第一天是如此，细节我不太了解，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签保密协定，好吧？好。那现在民进党有在操作所谓的非韩不投啊？民进党这边谁说？民进党这边有操作一个所谓的非韩不投，认为说你是这个是吗？我不理解，我完全不理解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有什么评论的话，我都尊重，好不好？好，来。这边的保单说是储蓄型的，有来澄清一下。那个嘉芬姐所提的保单的事情，我想我们所有的财产都已经报了监察院，如果民众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啊，这是很多年以前的就有一个保险，大概买了几张保单，然后这个我想就监察院这个财产大家去查一下就好，细节我想我就不再多赘述了。国城监设的违建顶了违建，市府要不要拆？我们照既定的程序，如果有违法的话，我们会依法处理，好吧？那有关于昨天议长的时候，对，就是说有一些局处首长不适任的话，对，因为我们有一些政务官是从不同的单位学校来的，那大家都很认真，可是有的人可能在这个岗位上的表现，未必能够让每一个议员能够满意。这里面我们分成2部分，一来就是我们请有一些政务官、局处长自己要检讨哪些地方可能做的没有办法让人家满意的，我们尽量来让议会这边跟议员的互动能够增强。第二个就是说，真正的有做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符合工作的需要的话，我们人事方面会检讨。这样比较姐妹市的话，蔡英文那边说他是台湾总统，会不会觉得名称还不怪怪？就中华民国总统就好。那蔡英文总统到现在，我这3年多我还很少，几乎没有听过他热爱中华民国这6个字，或者大声讲出来中华民国总统。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应该要告诉海内外，大家都很疑虑，勇敢大声的说出来，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这样。我觉得这可以澄清大家很多心里面的疑虑。那蔡英文总统说啊，你出来他也不怕你。谢谢。还有呢？徐永明说，你出访长租金3万多，徐永明说你会做些处理吗？因为点名了这些人。你说什么？点名说不适任的，包括你刚刚说的这些，你刚刚说会要做的检讨，有时间吗？不要急，我们会检讨。好，来 ，OK 了吗？关于按定租金的事情，就是刚刚我想我们这个征兵募兵，王金平院长提的这是非常有道理。在现在民主时代，要走回到完全的征兵是有困难的。那馆长也提出来要有完整的配套，这些都是非常有道理。但是我们真的要请国防部提出一个10年战力兵力评估的话，我们透过未来这个10年，我们就了解。那我们应该请国防部提出这样的一个规划出来。第二，我们要确定未来战争的形态、战争的发展是什么样。第三，我们现在少子化的情况多么的严重。所以我提出来募兵跟征兵并重，超越这个更重要一点是，台澎金马现况，我们最重要是避战，绝对不能轻启战端，这是我一直念之在之的。所以未来的中华民国的总统一定要切记在心，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那如果真的面临到战争的时候，或者选举到的时候，操纵两岸之间的危险往战争这个边缘的时候，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募兵跟征兵，除了国防需要之外，战力的需求之外，还有最重要我要凸显和平是无价的，好不好？好，谢谢大家。3人多说不能体恤之城。好，咱拄则听到就是韩国瑜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热天热对流，也有热岛效应。台湾测雷一年比一年更加多，这恐惊引起到固定的灾害。像讲云林古坑到学校的电器，常常互测雷降歹。专家嘛发觉讲，去年规台湾4大上济所在，若是用乡镇市来看头3名，头1名就是高雄的基澳，第2名就是南投的中寮，那第3名是嘉义中部。假使若是用县市来看，嘉义市是排头。雷公四纳，根据气象专家统计，去年全台湾四纳出现的数量超过1000万次，发现是因为地球变烧热的原因。雷公四纳的现象嘛愈来愈世常。伫咧云林古坑有学校的电器，常常受到雷击来歹去。电器都会受到影响，像它的讯号就不稳定。对，然后设备也容易受损，这样台电这边那边有跳脱，然后感应，就我们这边就是导致于那个电波的影响，所以那个电脑的那个电源是烧坏这样。专家嘛发现，这几年因为热天气流的特殊，加上热岛效应，造成台湾每一年单雷公的情形愈来愈多。
根据台电统计，105年有29000厝，106年有32000厝。107年增加到38000厝。第一个，全球暖化造成这个对流会越来越多；第二个是我们明显的台湾变成一个热岛，所以当热岛一热的话，这种热对流就会增加，所以落雷也会明显增加。累计常常碰到死难，专家嘛讲，去年全台湾死难出现上侪的所在，伫咧高雄基丁、南投中寮、嘉义中部。若以县市来讲，嘉义市上侪。过来是嘉义县甲台南市，除了山边因为对流较旺，死难会较侪以外，都市嘛因为热岛的效应，变成常常出现雷公死难的所在，甚至不时会传出有人互雷公卡着伤亡的消息。专家也呼吁国内的预防甲防雷的办法，恐惊爱阁加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要来关心高雄出名地标板屋大楼君鸿酒店向阳收起来。高雄市市长康国瑜才拄讲，饭店是经营权转予别人。董事长张庆辉带律师开记者会，讲君鸿毋是经营权转予别人，是因为幸福人寿案影响到互反伊拍卖。为了要互员工自肯贵，拢会当列做优先权，实在无报啊，股不离3种才会休困。君鸿国际酒店今天不是经营权转移，今天是被拍卖掉了。开记者会，甲高雄市长韩国瑜话话。高雄君鸿酒店顶礼拜停业休困，过来支签员工。董事长和员工伫咧律师的陪同来出面，来控诉讲受到司法不公平的对待。高雄地方法院民事执行处，你这么急吗？急着今要把钱分出去吗？委任律师要求讲民事执行处唔知伫急啥。原来当时的君鸿酒店。因为这个幸福人寿案，甲董事长郑文聪的债务关系受到牵连，隶属主要的营业资产，互高雄地方法院民事执行处过户拍卖，伫咧第3拍，海霸王以54亿甲买落来。不过君鸿营运团队认为讲安尼是无经济的。君鸿酒店邓文聪并没有股份，但是受到幸福人寿的调查，所以我们被禁止处分，银行跟我们停止了关系。君鸿酒店即摆还阁参与幸福人寿刑事案件的定数，依法都要确保保留追证数额，所以互人列做禁止处分的标的。也若伫6月28，民事执行处发文予法官来表达意见。不过伫咧7月初3，法官才看到公文，但无到10天意见发表时间期满，民事执行处就急要来进行拍卖金额的分配。为了让员工们可以依照劳动基准法第28条的规定。参与分配款的执行，参与执行款的分配，所以董事会含泪的宣布歇业。就烦恼讲，这个金额若一个分配，500个员工因的工作权益会受到损害。搁照这个特别法比普通法搁较悬，酒店的团队决定要停业休困，甲资遣费甲列做优先的债权。只是讲这座全台上悬的5星级的这个观光饭店，伊一年的收入有10亿。若即马煞因为债务问题来互法院甲拍卖，母甲爱停业休困，团队嘛简单会当申请行政救济来保障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画面要来关心花莲玉里炮仔棚邯郸文化节8号已经散场，拢总才买炮仔都要开60万，四界棚头尾2点钟，新桥绕境祈福迎接财神，希望会当改运。这届会当讲是规台湾头一届请3个查某囡仔来搬邯郸爷，特别无同嘛，特别闹热彩彩。搁再来关心台北市长郭文哲到底敢要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敢打也未讲互明。有国民党的议员先看市面袂歹，组织一个停歌停线。咱台视新闻独家掌握到消息，中正万华这个议员张小平要以无党籍的身份来参选立法委员，和郭文哲合作，按算7月中就会替郭文哲来组织台北市里长的后援会，嘛已经和300个里长来致接。郭文哲早起时有回应相关的问题。没有，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好无聊，你刚刚才你在讲，我才知道啊。会不会觉得这个名称吃你豆腐啊？不会啊，我们这个也没有申请专利啊。因为他说也可以叫白色力量。不知道，我们这个好像没办法申请专利啊。因为他说要阻挡明年要推实习的立委，你觉得就是有没有希望来跟他争取合作，或者是？
实习的立委要推出实习立委。你知道刚才听说什么？听说实习，我说奇怪。实习。实习的立委。对。没意见的，反正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这样嘛？你每个人可以提出他的主张嘛，就看市场有没有接受。市长你怎么看钟小平宣布要脱党，然后来加入柯家军，支持你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他这个动作实在是太大了，这个他要脱党哦。对他刚才也宣布了脱党。那他们说他的理由？他是要挺你选总统，因为他认为如果蓝绿对决的话，蓝会他说就是不能让蔡英文拿回政权，他觉得只有你出来才能够。然后国民党找不到空间。对，他说你出来是中华民国什么保卫战。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他说只有你才可以领导台湾，希望由你来拉下蔡英文。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合作意向？我回去想想看好不好？那你怎么看他过去曾经说过投给？你怎么看他过去曾经说过投给你的年轻人都是脑残，然后现在又要来争取你的合作？这个有时候我也搞不清楚了。反正每个人常常就是随着时间慢慢在变化嘛。这表示说我们也许真的在台北市长这样做到第5年的时候，慢慢可以改变这很多议员的想法了。市长跟邓家基私下讨论过，就是没有啦，所以跟他，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只是说他每天一直他从旁边一直在他的想法吧。还是邓父那天有点喝太多。那你跟他一起喝的，你应该知道。我就觉得他喝多了。好吧，你看他说。对，等一下，你不要抖，你出来。你当天在现场，你要回答吗？因为我是先走的，我没有继续跟他喝下去。那个选总统的时间点。哎呦喂呀，大家不奇怪，好像。那如果钟小平出来选，你要帮他站台吗？让我想一下吧。那这个，你觉得他能够借着他至少跟一些国民党或是浅蓝的一些选民有更多的一些交流？那其实老实讲，我不晓得，就我当台北市长，我没有在管你是民进党、国民党，反正你讲的有道理，我们都帮你做啊。我们都在，所以你看，我们这次议会总质询啊，你发现哦，其实谩骂的议员不多，大家真的而且都有准备。他真的是有准备东西来问你的，而且好像纯粹要搞意识形态的议员也很少了。市长问一下，民进党在这个月喊出非韩不投，是不是让你觉得有点在玩火？非韩不投，对，民进党非韩不投，因为他们希望韩国瑜出来选。这个老实讲哦，这也是台湾的一个，因为我们初选是这样哦，大家都因为初选透过这种宣传广告，大家知道说大概什么时候是哪一个党要初选嘛，就另外一个党的都想要去干扰。我想最有名是换柱那件事情了，那个柱姐的民调可以到40几%，那时候觉得怎么可能这个就是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你知道吗？政党彼此在玩对方嘛，所以那个是我讲的，常常有成功的案例，你知道吗？大家就忍不住。想要再去如法炮制了，所以你觉得对这一次初选会有影响？但是我看他动员的程度。不过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台湾选民有你说他太贼也可以，就是说像是那个柱姐那件事情，那个就真的实在是太明显了嘛。那个民调，我们都看到不可能有这个民调，怎么会到超过40%呢？这就很明显，一定是绿营一面倒灌过去嘛。这个就。所以有时候要呼吁一下我们台湾的选民哦，那不要玩火玩过头了，对。好，下午那个柯粉国旗妹的那个照片被那个韩粉去盗用啊，说这个他们是韩粉，你怎么看？你跟韩国瑜的关系怎么样？也没有不好了，那就这样，就是这样啊。下午要去鹿港干嘛？下午要去鹿港？没有啦，我跟你讲，我上一次去走大甲妈祖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本来有要去拜访那个。玻璃馆那个董事长啊，结果他本来预期他预期我会坐下来跟他讲话，结果30分钟不到就走了，因为当时行程太赶，所以有时候这样的，最近要还一些当时欠的这个行程了。不过这个我跟他讲说，这还完就好，不要说以后假日还是非假日还是不要乱跑啊。像钟小平投朋，为什么你一直有点惊讶跟有？那种敬老卡是要扩大使用。
好，拄则咱听到就是郭文哲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昨已经起稿，每一个阵营拢把时间来拜托大家支持。像讲朱立伦今日早起时就办一个少年的上好记者会，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义勇来传来了解。义勇。好，主观众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呢，已经进入了第2天，各个参选人呢都积极的在抢攻这个选票。而可以看到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朱立伦就召开了年轻的最好的记者会。另外呢，他也提出希望从34岁到38岁，能够对这些富人呢提出动软的补助，希望抢攻年轻的选票。另外呢，他也对时事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这个你要问蒋万安委员，还是要问我？我本来要回答说，注意一下麦克风有没有关，可是因为万安在这里，我就不太敢讲这句话。既然刚才柯志恩既然那么毒了，就说一直讲万安，对，第一个郭董要注意一下麦克风要关啊。第二个，再一次提醒郭董啊，大家是队友，大家不是对手啊。对我们自己的队友，大家都是好朋友。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啊，下个礼拜1之后，我们就是要一个团队啊，就是要团结在一起啊。那你这个时候，不管你麦克风有没有关，但是真的讲话注意一点啊，谢谢。好，可以听到呢，针对郭台铭昨天受访的时候忘记关麦克风，因此脱口而出说他不理性这话，似乎呢在暗指韩国瑜。对此朱立伦是表示呢，这个以后讲话真的要注意一点。那以上目前现场最新状况，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义勇，继续在地事看看，要来看到这拄拄休热无偌久，中华关鹿港高中传出来好消息，这是引起澳洲雪梨参加 First 6个的联赛亚太区公开比赛，摕到机器人表现的第1名。老师上台领奖，炸国旗上台，现场抛啊声一直吹落，现场的气氛实在让人足感动。音乐放落，学生上台领奖，大家身躯拢满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主办单位嘛用台湾来介绍，互现场的老师甲学生拢足感动的。中华鹿港高中的6个人机1点通队伍去澳洲雪梨参加6个联赛亚太区公开比赛，摕到机器人表现的头名。在比赛内底，更加是赢甲过头过面。选择放弃了一项任务。让我们分数达到了386分，所有任务皆达成。那时候把国旗拿出来的时候，我们这1年多的练习都值得了。这场6个联赛主要是校长带队，2位指导老师做伙参加。在满分400分的机器人比赛内底，得到386分，摕到世界第1名的光荣。规个比赛拢足精彩的，尾啊摕到冠军，佮受到总统、副总统的祝福，嘛互参加比赛高中学生拢足欢喜的。在3个回合的比赛里面呢，我们鹿港高中的同学们都得到了第1名，相当的不容易。鹿港高中发展机器人的专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啦，这届会当摕到国际比赛亚太冠军，互全校拢足欢喜的。安尼啊，种的学生满进前先准备好的国旗上台，嘛互台湾的国旗搁一届互全世界看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插台归台湾来行透透休热，会当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来行搭。因为台北市立动物园头尾用13年的时间开3亿9千万，做一个热带护林区。今日正式对外开放，咱台视新闻就要先带大家来看卖。上主要这个建筑物就是纳履馆，悬24公尺，一半伫咧室外，还佫一半伫咧外口。内底动物拢会当自由活动。保育人员有一点仔头壳摸咧烧，因为其中一只树懒，才拄拄搬起大，就家己爬去20多公尺的所在。上悬的所在，伫顶面3天才甘愿落来食饭。互保育人员看了到底，感觉也好气也好啼。2只毛真特别的高山啊，伫树仔顶上，因是保育类的动物，面头冠高，摇头起来看，佫有毛真水的鸟仔位顶会飞过，行伫步道顶的，就亲像来到热带的树林同款。台北市立动物园开3.9亿，用13年的时间起这个热带雨林区，完工了后，头一届出现伫镜头头前，克服了环境
差异分析，克服了水保的问题。新开幕的热带雨林区9号正式开放，给民众参观。主要的建筑物蜡里馆，嘛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用蜡里的造型打造的建筑物，有24公尺高，顶的大网仔，带伫内底动物拢会当四界走。不过对保育员来讲，嘛造成一寡问题。二指树它就爬到那个杆子，然后它就自己咚咚咚，它就想办法到最上面，花了3天才自己慢慢的降低，然后我们的同事就可以提供它食物。爱爬悬，不过动作煞真慢，互保育员实在无伊的法。热带雨林区的动物面试唔闹手拖，搁伫日本真红的水豚菌嘛，总算出现伫台湾的动物园啊。要比古水马来貘嘛袂较输，一半白一半乌，生做大颗大颗。另外，个面头冠狗坐咧等保育员互伊饲了，乌冠碰子狗嘛伫树仔顶晒日头，大家拢足古水的。为着互新来的动物带了的关系，动物园搁为因安水务设备，乃当降温，买当打造热带树奶湿度。通道并不是非常的宽阔，因为我们希望有3度立体空间的设计。新的馆逐天限制19200人入去参观，每10分钟开放予400人入去。为着较好管理，初期嘛安排工作人员伫内底指挥带路。动物园的热带雨林区手伫歇热开幕，就惊的人伤济，民众排队入场，恐惊的嘛爱靠耐心的。记者综合报道。我世界大代志，继续来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上新的世界遗产——伊拉克巴比伦古城。1983年头一届申请世界遗产，经过36年，这年表示总算在今年已经列做世界遗产。另外，缅甸古城布甘互人俄罗斯曼塔之城，同款嘛互人敬着，拢总有超过3500座佛塔佛寺，会当讲是亚洲出名宗教圣地。高嘟嘟的黄色砖仔墙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啊！经过岁月的洗肠，也是踩伫遮。伊拉克的巴比伦古城申请古迹已经36年啊，总算伫这个月初5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证，成做世界的遗产。طبعا إدراج مدينة بابل على لائحة التراث العالمي سيعود بالنفع على مدينة بابل من الناحية الآثارية، حيث سيكون هناك استقطاب للبعثات الأجنبية الآثارية من ناحية التنقيبات، من ناحية الصيانة، في نفس الوقت سيكون هناك إدراج。巴比伦起地伫个幼发拉底河的西岸，伫咧伊拉克的首都北极达的以南80多公里，是巴比伦王国的中心。这除了有关塔、土角起的寺庙，也佫有真出名全球的这款巴比伦之狮，伊是塔尼城门，甚至讲是这个全世界7大奇迹的空中花园。目前巴比伦的位置敢若出土18%，所占的面积有10平方公里。نطمح اليوم أن نرى بابل أجمل من خلال تسليط الضوء عليها، من خلال دعمها ماديا، بنى تحتية، ترميم آثار، كل هذا سيساعد على ظهور بابل كما نراها وكما كانت في السابق。巴比伦遗址伫海山江悬，甲美伊战争的时阵，不受到严重的迫害，即马通入新做世界的遗产，伊维护工课就要紧来做。另外，这个缅甸中部的古城布甘嘛选入世界遗产，遮有超过3500座的佛塔、佛寺，拢是伫个11至13世纪来起的，是当地真重要的宗教圣地，所以嘛有这个曼塔之城的称号。缅甸当局嘛已经实行新的文化遗产法，要来策动观光，嘛要来好好保护这个珍贵的建筑，互古文明的水会当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扫来去中国大陆，看到三峡的大坝最近有消息传讲规个变形，用 Google Map 卫星图会当看甲更加清楚。真侪人烦恼讲这个坝敢会倒，大陆官方赶紧出来驳回，讲法无啥相像，小可有争差。有诶讲是 Google 卫星图场景小可颠打，有诶讲是大坝本身就会当春秋，这款的情形无啥。用 Google 的地图来看中国的三峡大坝，奇怪看起来乃无讲真直，所在嘛有小可煞微。中国的网友这几天拢咧传三峡大坝变形的消息，烦恼大坝敢有可能会崩去。千年大计的三峡大坝居然被称为豆腐渣，而且谣言还在持续传播。对此，我国航天科技集团专门站出来做了澄清。三峡大坝互人质疑工程有问题，中国的官方媒体虽跳出来澄清，不过大间媒体讲的敢若拢无啥讲。外国公司通常不掌握中国的重要地理坐标数据，因此进行拼接后的照片就会不准确。
一边讲是谷歌的卫星图翕的时阵出问题，用中国的卫星来翕就无问题啊。中视社等等的官方媒体却承认较受变形，不过变形的程度拢有伫受到水位甲温度影响的范围内底，功能拢真正常。几来种解水电岛，互人更加会黑白想。三峡大坝的工程为计划开始，就真侪生态建材品质等等的问题受到质疑，到今拢已经用16年啊，不过争议也是同款足侪。记者综合报道。业界人生业界消息，要来看到真人版《花木兰》电影预告片已经公开，引起真侪人伫咧讨论、伫咧话。像讲扮女主角艺人刘亦菲伫咧戏里有一个镜头，伊的头壳兄黄颖颖、阿拉面仔红记记，互一寡网友看甲讲足失望，因为根据历史册记录，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真是捌施加过这款的伪装。电影嘛真久看，也毋过有影迷看甲讲宋朝以后才有土楼出现伫咧电影，另外以后嘛是东条才有。人剑射箭，中国女明星刘亦菲伫真人版的《花木兰》电影内底演绎的功夫。电影预告一个出来，真侪影迷拢真期待，不过内底这个画面伫网络顶的引起讨论。Graceful。刘亦菲面的粉画甲足高的，真侪网友拢讲看了袂惯势。不过其实甲花木兰故事的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查某人画总比一个，面画甲真红是迄当阵真实行的满夏装，头壳遐画黄色的是木兰诗内底写的花黄装，目眉中黄的绿眉装嘛有画出来。历史老师认为，较是有符合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不过预告内底出现的土楼甲椅仔，恐惊就甲历史有出入。土楼大概兴起于宋元时期，花木兰时代是不会出现这种土楼。另外，我们在电影之中还可以看到有椅子，要到唐代的时候才出现。在此之前，大家都是席地而坐。花木兰的漫画内底真有名的角色莫思良，伫真人版的电影内底会改作红红，互真侪网友拢真失望，讲无莫思良就无想要看。另外，为着要表现甲更加真，漫画内底的歌，团讲敢若用配角的方式出现，某人因为等袂到主题歌，决定放弃来看。就算有一部分的网友感觉无啥满意，不过预告公开，同款真侪人咧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一个笑热，真侪学生囡仔拢美伫手内，伫咧耍手机啊，医生特别提醒要注意，因为这款情形可能引起近视更加佳难。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取下？有种迪士尼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8。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歹。这里歹字代表甲物件放伫肩胛头，或者是较接偏，像咱讲排米、排册包。另外，这里歹字嘛有负担的意思，像讲排债务。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排册包，也就是甲册包排伫肩胛头的意思。第二个词，新闻常常讲到真好用，可能有的人无啥了解讲，原来台语是安尼讲，这就是歹过，意思就是。甲人为较只拼规个害道，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刚才看到这个嫌疑犯排册包行入路的，先无甲伊拍册镜，刷落来随挖过，甲伊拍过，互伊倒入涂骹，才甲伊压起来。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拍提供互大家参考。
继续要带大家看到，即卖学生囡仔当咧休热，时代都要特别注意保健学生囡仔的视力。有一个才14岁读高中的学生，读册还阁用3C 产品时间上过久，还近视已经超过600度，算是近视真严重。最近因为目睭雾雾，别人看做任务，就安尼去医生看，原来就是视网膜剥离，都要开刀治疗。医师建议讲，休热这段时间加带囡仔出去外口行行咧，因为户外光线会当刺激视网膜，加生这个多巴胺，安尼就会当控制目睭红仔，会当缓的诱惑长，都较袂近视。手机啊，酷酷路，这是真侪学生啊休热的生活。一个读国中2年啊姓李的查甫囡仔，就是因为一直读册，佮加上长时间伫使用这个3C 的产品，伊近视的度数逐年拢增加到100度，到即卖已经是600度啊。伫今年的6月，伊发觉到看物件模模袂清楚，互医生检查才发现到倒蕊的视网膜已经剥落来啊，正蕊的视网膜嘛有破空，才紧急来开刀治疗。我们很纳闷，说他们那么小的小朋友为什么会有得到这疾病？那500度以后，眼球拉长，这样子的机转就是眼球就像吹气球一样，越吹越薄，就容易破掉。根据国健署的调查，细汉囡仔近视上时行伫咧这个幼稚园的大班，已经有1成的囡仔来治疗近视。到国小1年的时阵，近视的比例嘛增加到2成。到升2年的时阵，嘛是同款的倍数咧成长，近视的比例活要到4成咯。平均落来，每一个人逐年增加到75至100度近视度数。对目睭的损伤是真大。伫个国外，嘛有研究显示讲，逐礼拜若是加撸手机1点钟，安尼近视的风险就会增加6%。不过，若是会当一礼拜加1点钟伫个外口运动，安尼就会当降低2%的近视风险。太阳光哈，它的光谱比较均匀的这种光线呢，让眼球的这个视网膜产生多巴胺，那它就会把眼球拉住，就比较不会一直往后去延展。目睭的视力自细汉就要保养，用目睭浸物件30分钟，上无就要休困10分钟。因为若是超过500度的这个高度近视，就算讲去镭射治疗了后，伫后摆治疗白内障、青光眼，也是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因的风险拢同款会增悬。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手路菜继续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真侪人去泰国佚佗，拢会食这款酸鸭做米饭，其实免到泰国，连台南就食得到。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緝，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完美咖啡厅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去一下？有种迪士尼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也通。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去泰国佚佗，有人捌食过酸鸭做米饭，其实免到泰国，连咱台南都食会到。来看到这阵啊，台南拄啊好酸鸭大出，一个查某人陪伫咧人面前讲伊陪因人来到台南的祖厝，大家摕酸鸭出来，叫伊讲敢要摕去配饭，还想讲敢会是咧讲耍笑，两阵讲是大家乌空要互伊跳。文章一个抛出来，就引起到网友大家拢回甲真热。有人讲古早本来就是安尼食，嘛有人讲安尼配饭还食袂落。酸鸭下皮切切的，香香甜甜，汤真济，热天食这熟着味。不过民众转起来加发现酸鸭，佫会当安尼食。白饭顶下放几粒块酸鸭，网友讲伊转去台南来家，听到大家问因翁讲敢要加白饭，互伊怀疑伊敢是互人创治啊，所以就上网络问讲台南人敢拢安尼食？伊的大家官佫讲酸鸭白饭佫有无共的食法。
搭吗？我觉得不搭，咸甜的，甜的还是甜的就好。它突然有一个咸咸的味道，我不太搭。白饭酸仔搅豆油，互民众食了真袂惯势。其实有人讲这是台南才有的白饭酸仔甲豆油，这三项南做伙食，才是阿嬷的口味。较早是饭搅猪油、搅豆油，加酸仔起，佮加一味，佮卤香。其实甲果子加入去菜内底，伫别个国家是真殊常的。猪米饭搅椰子奶，佮加酸仔入去，这出就是泰国料理酸仔猪米饭，嘛是真侪人拢真爱食的甜咯。拌那个椰奶，然后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加上芒果这样吃，这是长糯米，跟白米饭的口感不一样。有人讲，这种台南才有的酸仔配饭，有可能是早期的人因为物资较欠缺，才会安尼食的，想袂到今麦会伫网络顶的引起话题。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社区嘛，让旧变新，一个本来伫咧补习班教电脑的老师叫做黄兆平，真爱翕相规台湾行透透。无张伫发觉讲台中的潭子区有真侪特色的风景所在，也有料理，特地推荐给大家知影。伊阵啊决定甲头路市调，一年前开店卖凉的卖料理，拢是结合在地做餐人家己种的食材，推销给大家知。如果说在更远的目标的话，当然是说我们是真的是想把潭子经营成就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城市，不是说就是走一下就没了，或者说是一个特产城市什么这样的，就是说它的确是可以再做一个比较深度的旅游，好，或者说是把这边再做成就是说生活品质上的确是可以再跟周遭其他的城市比的话，它是很适合居住，也很适合在这边观光。为着完成梦想，黄兆平甲有60年历史的老厝，甲翻修做茶馆，伫室内阁保留这个小杉仔木来延续老厝的风格。看楼梯这的铁件，就会当来说明讲早期的摊主以家庭代工，铁这类的物件上多。还有笔试是结合我们的这个松饼，所以做出来的餐点的话是比较一个在地性，然后特色或者说是一个强调在地的一个食材所做出来的一个吃的小吃小甜点。这样子如果说是外地客来的话，他会比较知道说品尝这些吃的之后，然后他就可能会多了解一下摊子的历史，或者说摊子的有哪些地方可以再走逛逛。嘿，小大哥，给呢？给他个来翕相。好吧，都蛮奇怪，跟他聊。伊本身真爱翕相，原本是伫补习班做电脑老师，便若有时间，伊就会摕翕相机，也是空翕机啊，四界咧记录摊主每一角市的地理特色。黄兆平做代志真面精，伊用心来找到摊主真济的水，搁来透过社区的再造、在地教育，来提升地方大的品质。未来搁望讲游客会当来这做深度的旅行。还有问一些就是邻居的比较长辈的，对，然后他给我的一些东西，那我再去实地勘察，对，然后去设计一些他比较属于独特的这种标志。对，那这个标志的话，其实我还是有根据它在地的那个景观，好，或者是它的那个故事，好，还有它的人物，对，还有它一些就是原本在地就有的一些人或者是精神的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入在这个地方。它那边是潭子，然后过去就是太平。目睭前的家乡对黄兆平来讲有讲袂尽的故事。伊讲伊会继续用美食甲影像来记录甲推广，就望台中潭子会当成做观光的城市。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緝，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
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架是不是一定要取下？有种迪士尼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他说，如果你生的第一胎是男生哦，就要先跟你们姓叶。啊，怎么这样子啊？哎，那个胡社长拿了我的钱呢，他没有给雅芝嘛。哎，注意！啊，娘喂啦！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都
都市农园疗愈身心。都市以后有一片农地，这样做起来我心情很愉快。微笑单车，绿色路网。从 U-Bike 大概在骑个10分钟以内，基本上全台北市市区每个地方都到得了。长照2.0，复健到赋能。真正要启动的是社区里面互相的关怀，还有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帮忙的这个机制。好家在台北。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完美咖啡厅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取下？有种迪士尼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带大家关心，这是捷克一座野生动物园。5月是有2只真罕咧看巴巴里狮拄出世，这款的巴巴里狮是已经伫咧野外绝种的这个亚种，伫咧全世界即卖饲的数量剩无到100只。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弟请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